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算啥？你的歌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半年前的事你有来过啊？伊叫白记啊！你无嫌我的刘丁歹啊？阮隔壁咧阿爸大吼，迄个名嘛叫做刘丁的啊！啊，伊当作讲你伫咧讲伊的歹话哦，过来甲你乌龙，你煞叫白记咧。啊，卡姆，哎呦，一定是你看唔着去啦。唉，阿贵啊，甲讲哦，是你较欠卡，安尼从恁后生哦，安尼栽培甲安尼一表人才。阮秀英啊，佮受总经理安尼照顾哦，我才足感谢恁的啦。你拢来啊？歹势，我伫后壁吼无闲咧煮菜啦，啊无出来按来。我是秀英老母啦。你，是我来讲，秀英安总经理吼，原来哦是我贵啊后生啦，啊我贵啊就是咱遐阿菜啊新妇啊，你会记无？阿菜啊，你是讲迄个小婆哦？我贵啊！哦，你是安吼愈来愈少年呢，啊，阁是遮尔啊水呢！啊，我入来捧菜啦，大家凊彩食粗饱，吼，来免啦。哎呦，我就拄我这几工吼，腹肚无啥爽快，两工啊。哦，行，免遮赶紧啦，啊，菜拢煮好啊，我煮足济了，免啦，行。人拢穿好。哎呀，是要食过饭药啦。哪安尼？无推啊！迄个查甫人，敢若毋是添风呢？本来就毋是添风啊。总经理，秀英，昨暗代志较实个，请你唔通见怪。你莫安尼讲啊，是我较歹势，歹所在交代阿伯甲董事长夫人，是我无考虑好势，才会答应你，互你带恁爸母去阮兜。应该讲歹势人是我才对啊。你哪安尼讲嘛？厝内较普通，并无代表讲人格较低、较无尊严啊！你莫去讲啊！我知影，我甲你无输过。秀英。你啊，马秀英啊是安怎样？啊，坐顿来转关到咧房间内，叫伊出来食饭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有问伊啦，哎，留我规面吼全目屎啦，甲我讲头壳晕晕食袂落，我嘛毋知是毋是感冒啊。感冒不是嘛会拍卡枪，是安怎啊？拢总无听到。有敢会是我贵啊？来咱兜有关系，才互伊遐尔啊伤心。啊，即你做人老母的人，你嘛应该去家关心者，问一下清楚楚到底是安怎。
秀英啊，恁爸吼，看你遮尔啊伤心，伊足艰苦的啦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？甲阿母讲好无？敢是外贵嫌咱厝伤散车？莫怪啊，莫怪即马人看轻咱，人即马是好野人，目头悬悬悬，一定是嫌咱无这个厝价，甲伊价钱正对无？好啊，莫哭，外贵也毋是啥物好大家啦。咱嘛无一定爱嫁互有钱人啊！亲像你安尼，啊生得阁水，学历阁悬，性格阁温柔，阁惊嫁袂着好翁哦。总经理，厝的单请你签一下。林秀英小姐有来上班无？报告总经理，林秀英普通是拢真准时来上班，今仔毋知影为着啥物，到即阵还袂来上班。总经理是甲你冤家是无？总经理，我头拄才变伊的资料，想要通知伊来上班，想袂到秀英当，哪会遮散，连电话都无。总经理，我看我小等也是来因兜行一转，看伊是毋是发生啥物事故？发生啥物事故？无一定半路出车祸啊！你是咧黑白讲啥物话？出去！我伫咧公司等你上班，你若无去，我感觉会使去。哪会袂使去？你是公司的职员啊，除了迄个份之外，你得爱准时上班啊。你敢无看到迄天董事长夫人伫阮兜的态度？伊敢阁会答应互我转去上班？当市长夫人只是阮阿母，公司的代志是由我这个总经理负责的。秀英，你即马打毕业无偌久，公司这份工课是真适合你的，讲你无重视。我真重视这项工课，但毋过，我惊我若是搁转去上班，会甲你惹真侪麻烦。我唔惊啥物麻烦啊！咱活伫咧一个新的年代内底，为着理想，我尽量破除门当户对这个错误的观念。我希望你莫因为阮阿母对你态度无好，就来放弃你的理想，知影无？明仔载准时来上班。啊，瑞啊咧，啊那今仔无看伊来店里，就是无用来报的代志啊。啊来报也是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哪有啥物代志？就从来报名去关了后，一个囡仔毋知是安怎，就拢毋肯甲阮见面。也瑞啊也袂死心，定定嘛偷走去看，看讲会当期待见伊一面无？还是有看到无？唉，这做爸母的人哦，实在是哦，哪像迄个石磨心呢？安尼磨啊磨啊磨到一世人哦，还阁是咧磨啦。像阮迄个老茶爸啊，啊即马嘛是安尼，啊逐不时哦都咧念讲，哎，米粉是点子才要有心啊。讲起来嘛真奇怪，哼，结婚进前啊凊彩说就有啦。唉，等到咧结婚了，等拢无啦。阮迄个老茶爸啊，等啊叫要急死啊呢！我叫到要死哦！我看是你想要做阿公啦，定去拜祖先娘娘吼，请伊斗骹手，你搁做我唔知啦。瑞啊，你这抓球看着来报。阿蕊的啊，你有哪做甲足够的啊，就毋免搁艰苦啊啦。啊，秀英已经转来啊，假使话嫁一个好翁婿吼，同款会友好恁两个翁仔某的啦。爱我为你一颗心难了当，为你思念。波澜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。迄林仔秀英无过来上班啊吼？哼，
暗摕一物件，甲伊照看卖啊。啥物身份想要嫁来咱靠家？伊若是遐尔啊厚面皮过来上班，你就马上甲赶走。阿母，公司的代志请你莫管。我是安怎袂用管？你毋通以为讲你是总经理，啊，我就袂用管恁公司的代志。你爱知影哦，若毋是我甲恁老爸参详，恁老爸提钱出来替你开这间公司哦。我贵啊，啊莫去讲遮啦。青文啊，一向吼，甲公司经营啊真好，伊的代志吼，你免甲操烦啦。我偏偏啊要操烦啦。青文啊，阿母的话你有听着吼？明暝去公司，马上就林秀英甲赶走。唔爱，哦哟，你看什么态度啦？袂输我甲你会玩收人同款。我贵啊，青文一向是一个真乖的囡仔，啊，你用这种武器来甲攻击伊，哈，伊当然无欢喜嘛。唉，假使讲你若是无赞成林小姐做咱的新妇，你用你叫青文莫开娶安尼就好啊。伊阮囝啦，我有人爱伊安怎做，来照我的意思去做啦。莫去多咧意气用事啊！假使讲你若是过分来甲伊逼，万一若想袂开离家出走，你不但娶无新妇，而且连后生你都会拍伊。哼哼，带人走倒去，我这无爱死，水牛还无脏水。啥是会计？是我啦。将伊的薪水算算发落伊。为什么？哦，你哪晓讲啊？我的意思是要叫伊转去食家己，唔免来上班，安尼听有无？我看哦，这个代志我也是先来请示总经理一下。谁叫你遐加五，你是要请示啥？我问你，是总经理较大，还是董事长夫人较大？这阿伯大啦。哦，点点啦！你若讲后白讲，我连你就开除啦，转去上班啦。你将林秀英的薪水算算，予伊，叫伊紧走。唔免烦啦，我叫来走。阿母啊，你是啊随便赶走我公司的员工啊？你也要做唔对代志啊？你若敢安尼黑白来吼，我这总经理也不爱做啊！切我啦！哦，我真是想呀呢。我推啊，秀英哦，哭到目睭拢肿去，真可怜。也算唔知影受委屈，心肝内难免会艰苦。以后家也唔免安尼过头烦恼啦。头路哦，才搁另外来找一个就好啊。若亲像哦，我规个迄款查某安尼赤白白哦，伫咧做顶司哦，迄款头路最好莫食比较较好啦。你会记啊袂？亲像啊，因大家啊菜啊，去互外贵安尼凝伫甲青惨落去。讲起来哦，那实在是真无天理啦！咱外贵也是咧行什么高赛运，干那伫台北个发展起来，即摆要做好野人。好野人是因兜的代志啊，伊欺负咱秀英啊，这就伤过分去啊！哼，你若要讲我较早的性地哦，我就真正好啊甲教示者，无我真正就唔甘愿啦。好啊啦，讲迄拢无路用啦。我推啊，我看吼，也是你要甲苦扛一下啦。阿伯，秀英敢有伫个？我是专工来个回资的。遐济啦，多谢。你啊，叫秀英啊出来，甲阮亲门啊来。少年的啊，啊，等恁来台北是住偌久啊？你要20年啊？恁老爸叫做田福啊，听起来以前哦是真非雷了，敢会即摆好野起来？无啊，莫咁济啦。阿伯，袂要紧啊。啊，秀英啊，敢毋捌甲恁提起过？啊，无拄了讲了无毋对，我的亲生老爸叫做田福啊。伊是一个要食毋讨趁、爱啉爱跋筊的人。伫咧我10岁的时阵，阮厝的家产就叫败了了去啊，而且嘛无看到人影。啊，恁迄个老母毋是真强卡，敢会无法度下落恁老爸啦？我嘛毋知影。阮阿嬷一个去，人就过身去啊。啊，厝的内底阁无钱，是靠这厝边头尾逐个斗相共。
才勉強甲阮阿嬷落做。想袂到讲阿菜啊，伊也有这款的下场。请问啊，恁哪会想着要起来台北？到后来有一天，阮阿母带我来台北，迄一天雨就有够大的，阮身躯砸一寡钱，一个火车顶去互整理我整去。阮母仔囝半暝啊，就跍一个大路边去互阿甲东姑姑。加在迄阵拄好有一个好心的头家开车对遐经过，看母仔囝可怜，甲阮带转因厝住。迄个好心的头家就是我即摆后爸柯在王。啊，伊本来只是同情甲可怜阮母仔囝，收留阮住因厝住几工。啊，了后就看阮阿母真认真拍拼，将厝内整理甲足清气的。啊，而且寇先生就讲，啊无规矩叫阮阿母住因厝做伊的管家。啊，因为寇先生因某足早就过身去啊，啊，伊甲阮阿母慢慢啊嘛有感情，后来因才正式结婚。是安尼哦，安尼算起来吼，恁母仔囝的运气嘛是袂歹啦吼。也毋过可惜的是，阮阿母有钱了后，就完全袂记哩过去艰苦的日子，叫我一定要娶一个有钱人的查某囝做某。我无同意。自从我熟悉秀英了后，我就真心真意要娶伊做某。也毋过阮阿母完全无尊重我的意见，颠倒反对这件亲事。这下来伤害着秀英啊，真歹势啊。秀英较讲嘛唔听，我会出来。请问，王紧，秀英啊，即摆是心情不好，听后心情较平静时，伊一定会出来甲你见面。害我为你一颗心冷了冷，为你思你吧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。哪的啊？等你嘛较拜托的，叫你等亲，为说等家己拄久，吼，够无路用的啊！唉，无法度啦，大伙仔人哦，坐坐久哦，拢会困去啊。请问倒转来哦。无啊，我嘛咧奇怪，这新闻吼看无用嘛，袂超过12点转来，今日足反常的呢。你毋才伫咧反笑，那请问已经30万呢，你莫定定管伊安尼12点到啊，是毋是会倒转来？上届不应该吼，就是你走去公司甲秀英啊赶出去啦。即马吼，凡事像若气一个，连总经理都无爱做。但你莫甲我吓惊吼，公司用我的名登记的啦，伊若要做吼，我家己较袂兼总经理做。兼总经理做，你爱知影呢，开这个贸易公司吼，都爱甲外国人读钱的呢。touch， 啥物是 touch？ 读钱就是记账啦。哦，啊，你英文连一句都袂晓，啊，你是要怎做生意啊？啥也袂用做。我较袂爱请一个英文讲啊下叫的博士来做我的助手。讲你感觉真简单啊。好啦，准做讲生意，互你会当做，互你趁足侪钱啦。啊，若为着安尼，你甲恁囝的感情断去吼，你趁较侪钱，哪有啥路用？你免带这个新闻讲话啦！伊若无喜欢我这个老母哦，我嘛无喜欢伊这个囝啦。啊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家己小想看卖啊，莫叫是讲你足欠卡啦。啊，家己做啥物代志毋对吼，佮大咧死人的喙尾。这老高干你甲我念，倒是甲踢脚蛋。面酒真歹看呢，我会较细个，莫去扫着风台尾。喂，我问你啦，总经理有来上班无？啊，去倒位恁知无？哦，莫甲我摇头啦，你假咧红爱摇啦。嘿，搁摇头，你若搁摇头，拢甲你开除啦，啊，恁副总的啦。像啊，他拄才当出去呢。啊，伊要出去之前，我有送一份公文互伊签。迄个时阵，拄好有一通电话拍入来，啊，副总的听着电话就随徛起来，直直讲是是。电话挂掉，雄雄公公就走出去啊。我你讲啊落落，等我听啊无啥啥，你咧讲啥我听拢无影。春桥的意思是讲吼，
副总吼接到总经理的电话吼，就走去甲总经理见面啊。哦，对啦，阿舅啊，你的头壳哦比当厝顶夫人较好呢。当厝顶夫人，啊，总经理是什么时阵才要来上班？你会问我，我问啥？那是啥物人搁得罪你心？哈！恁囝无去上班啊？哇！你规工甲我拼杂志，啊，就会当找到新闻哟。伊嘛恁囝咧，你嘛小拜托咧。你想看卖啊？看新闻普通时啊，甲什么人是好朋友？啊，你嘛小敲电话甲问看，因知影伊伫倒位无？我一向吼是真尊重青文的这个行为啦。免讲啦，较毋知讲哦，伊毋是你的亲生囝，你根本就无管伊死活嘛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心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声，感觉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西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阮为你一颗心两。心情拢袂轻松，偏偏我。